很多男生会跟我说，我好像还没准备好要结婚。在我做国际配对的这几年，我发现男生所谓的准备好，其实很多是一些对于婚姻的刻板印象而已。第一个误会，以为收入达到一个数字就是准备好。经济条件固然重要，但是如果情绪管理和沟通能力也没有，那只是用更高的收入去安抚自己而已。真正的经济准备不只是赚到多少。关于这一部分，我会另外拍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经济条件。第二个误会，不停换对象，一直试，却从来不检查自己的关系模式，这只是换人，根本没有成长，只是同样的把问题一次又一次带到下一段关系里。第三个误会，以为买房存钱就是准备好，可是对方要跟你过的是整个生活，包括你面对压力的方式，你怎么做决定，以及有没有把它放进未来的计划里。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的情况，欢迎你跟我聊聊，我们一起讨论什么样的女生适合你。